喂，你哋有冇諗過，有一日喺香港飲茶，一粒燒賣要收你9蚊？係一粒喎，唔係一籠啊！平時我哋去街邊食燒賣，10蚊、12蚊都有1串5、6粒啦。就算係去啲普通酒樓，20幾30蚊一籠4粒都已經覺得唔算平。但最近竟然有網民影到，有啲酒樓嘅燒賣標價到9蚊一粒，仲要美其名話係體貼消費者，驚你一個人食唔晒一籠。呢種咁體貼嘅邏輯，真係聽完都想笑，直頭係將我哋呢啲消費者當成係水魚咁樣嚟劏。難怪而家一到週末，成千上萬嘅香港人寧願去排隊過關返深圳、去廣州，都唔想留喺香港飲茶。今日我真係想同大家由呢粒9蚊嘅燒賣開始，深挖一下香港飲食業到底發生咗咩事，點解我哋會由美食天堂變成水魚天堂？講返呢粒燒賣先，大家想象下，9蚊一粒，如果你叫一籠4粒，就要36蚊。呢個價錢喺2026年前嘅幾年，可能大家仲會覺得算啦，租貴人工貴，但而家係2026年，大家揾錢艱難咗，對消費嘅要求自然高咗。如果你呢9蚊一粒嘅燒賣係用新鮮黑豚肉，加埋原隻大蝦，再加埋啲咩黑松露或者名貴食材，我或者都仲會覺得值回票價。但最令人生氣嘅係，好多時呢啲收得咁貴嘅燒賣，食落去同超市買返嚟嗰啲急凍燒賣根本冇分別，皮又厚，肉又死實實，完全冇咗以前嗰種手打豬肉嘅鮮甜味。呢種感覺真係好差，就好似你俾咗份專業攝影師嘅錢，最後收返嚟嘅係用手提電話隨便影嘅相咁。呢種呃水魚嘅感覺，其實唔止係喺燒賣度體現。而家去香港酒樓飲茶，你會發現魔鬼細節多到不得了。由你一坐低開始，嗰份茶位費已經逐位計，有啲仲要分咩早茶、午茶價錢，加埋一仲要收你加一服務費。講到呢個加一，我真係好想吐槽。如果服務好，俾加一係心甘情願嘅。但而家香港好多酒樓嘅服務係點？你舉手想搵人加水，啲侍應好似見你唔到咁，一係就面臭臭咁行埋嚟，好似你欠咗佢錢咁。仲有嗰種趕客文化，你食到差唔多，佢就過嚟收你啲碟，明明你仲有嘢喺入面，佢都要問都唔問就拎走，目的就係想你快啲走，佢可以翻多轉台。由2024年開始，呢種情況好似變本加厲咗，大家都好似覺得反正你都要食，我做乜要對你好？對比之下，點解香港人寧願喺星期六日花2個鐘頭車程北上？大家可以睇下深圳啲酒樓，同樣嘅價錢喺香港可能只係食到3、4個點心，但喺上面你可以食到成張台都係。而且最重要嘅係，人哋真係服務緊你。你去到，人哋會好客氣咁歡迎你，茶位可能只要幾蚊人民幣，點心係即叫即蒸，甚至有好多係開放式廚房，俾你見住師傅喺度包蝦餃。嗰種新鮮感同埋對食物嘅尊重，係香港好多酒樓已經消失咗好耐嘅嘢。我記得有個50幾歲嘅長輩同我講，佢以前覺得返內地飲茶好麻煩，但自從上年去過一次之後，佢話返唔到轉頭。點解？因為佢話喺香港飲茶係受氣，喺上面係消費。呢2個字嘅分別，正正就係點解香港人寧願北上嘅核心原因。再講返呢種體貼嘅邏輯，酒樓話9蚊一粒係方便大家可以試多幾款，或者照顧單身食客。聽落好似好有道理，但實際計算一下，呢個係日價嚟㗎嘛。如果你想體貼，你應該係將一籠嘅價錢按比例減少，而唔係趁機加價。喺香港呢個商業社會，好多老闆似乎忘記咗一件事，消費者係有眼睇嘅。你當人係水魚，人哋下次就唔會再嚟。2025年嗰陣，我哋已經見到好多老牌酒樓倒閉，當時好多人話係因為租金高。租金高確實係事實，但如果你的食物質素同服務都跟唔上，就算零租金，客人都係會流失。而家嘅香港人消費觀念已經變咗，我哋唔係冇錢，而係唔想做冤大頭。
以前可能覺得去酒店飲茶或者去名氣大嘅酒樓係一種身份象徵，哪怕貴啲都冇所謂。但而家大家講究嘅係性價比，如果你收得貴，你就要俾返相應嘅質素；如果只係普通點心，你就要俾返街坊價。但而家香港嘅飲食業好似進入咗一個怪圈，生意越差就加價越狠，想從僅有嘅客源入面榨取更多利潤，結果就係惡性循環，客人越嚟越少。我諗起10幾20年前，香港嘅點心師傅係全世界最頂尖嘅，嗰種手藝，嗰種對火候嘅控制，真係令人讚不絕口。但而家呢，好多酒樓為咗慳成本，請埋晒啲唔專業嘅散工，甚至直接用工廠代工嘅半成品。你試諗下，你喺酒樓食緊嗰粒9蚊嘅燒賣，可能同你喺便利店買到嘅係同一個供應商，你心入面會點諗？呢種對品質嘅放棄，先係最令香港人傷心嘅地方。再講下香港嘅租金問題，好多老闆會話：我租金咁貴，唔賣9蚊粒點生存？呢句說話聽落好無奈，但其實呢個係成個香港社會都要面對嘅問題。高地價政策導致所有成本都轉嫁晒去消費者身上，但問題係內地嘅租金雖然都唔平，但人哋透過規模效應同埋服務流程嘅優化，將成本壓低咗，同時提升咗體驗。香港嘅飲食業如果仲係停留喺以前嗰種靠明星食老本嘅思維，真係好難生存落去。我見到好多網民話，而家返深圳飲茶，除咗食物，仲有一種被尊重嘅感覺。人哋會問你茶夠唔夠熱，會主動幫你換骨碟。喺香港，如果你叫侍應幫你換個骨碟，佢可能要等10分鐘先過嚟，仲要係隨手一掟嗰種。呢種落差真係令好多香港人覺得，點解我要俾錢買難受？由2024年開始，大家喺社交媒體上面分享嘅北上食評，大部分都係讚人哋嘅服務同空間感。香港酒樓為咗揾多啲錢，將台與台之間嘅距離縮到極細，坐喺度食嘢好似打仗咁，後面個人喐一喐都會撞到你。呢種消費體驗點樣留得住客？講返呢粒體貼燒賣嘅事件，其實反映咗香港一部分商界嘅傲慢。佢哋以為自己掌握咗解釋權，可以將加價包裝成服務升級或者人性化設計，但喺資訊透明嘅2026年，呢種小聰明只會招嚟反感。大家喺網上一查，就知道邊度好食，邊度平。香港人嘅北上熱，其實係一種無聲嘅抗議。我哋用腳投票，話俾呢啲唔思進取嘅老闆知，我哋唔係非食你不可。有人話香港應該發展深度旅遊，留住遊客。但問題係，如果連本地人都覺得喺香港消費係被呃，遊客又點會覺得值？你試下，如果你係個遊客嚟到香港食粒9蚊嘅燒賣，食完仲要俾人趕走，你返去會唔會介紹朋友嚟？呢種短視嘅經營手法，其實係喺度破壞緊香港呢個品牌。我哋好懷念以前嗰種人情味。以前去茶樓，侍應同客人都係老朋友，會吹兩句水，會知道你想飲咩茶。而家呢，大家都變咗做機械人，老闆計住盤數，侍應計住幾時收工，客人計住幾時走。當一餐飯只剩下數字嘅計較，嗰種飲茶文化其實已經名存實亡。有人可能會問，係咪香港冇晒好嘢食？當然唔係。香港仲有好多用心經營嘅小店，哪怕租金貴，佢哋都堅持手工製作，價錢亦都公道。但呢啲小店往往好難喺主流商場生存，因為商場只會租俾大集團，而大集團嘅運作模式往往就係成本控制第一，品質第二。當連鎖化統治咗香港嘅餐飲業，我哋就只可以食到呢啲9蚊粒嘅平庸燒賣。其實我真係好想香港好。我喺呢度大，我由細到大都覺得香港嘅點心係世界第一，但見住而家呢種情況，真係好心痛。我哋唔應該將北上消費睇成係一種背叛，而係應該將佢睇成係一種鞭策。
如果香港嘅飲食業可以從中學到點樣提升服務，點樣優化流程，點樣回歸食物嘅本質，咁香港美食天堂嘅名號至可以保得住。2026年，我哋面對嘅挑戰好多，經濟轉型、消費習慣改變，呢啲都係事實。但唯一唔應該變嘅係對客人嘅誠意。你收9蚊，你就俾反價值9蚊，甚至10蚊嘅體驗出嚟。如果你做唔到，就唔好怪人哋點解要走。大家都有對眼，都有個肚，好唔好食，值唔值，大家心入面有一杆秤。最後，我想同呢啲體貼嘅老闆講一句，香港人真係好聰明，亦都好大方，只要你俾到好嘢，我哋唔介意俾錢。但如果你想用呢種呃水魚嘅招數，咁唔好意思，我諗我哋下次仲係會選擇返深圳飲茶。因為喺嗰度，起碼我食得開心，食得有尊嚴。呢9蚊一粒嘅燒賣，你就留返俾你自己慢慢體貼啦。講咗咁多，其實都係想大家反思一下，到底我哋心目中嘅香港味道係點樣嘅？係嗰種快餐式冷冰冰嘅商業操作，定係嗰種熱騰騰帶住溫度嘅傳統點心？希望喺不久嘅將來，我哋可以喺香港嘅酒樓重新揾返嗰種久違咗嘅滿足感同幸福感，唔好再等香港人完全對呢度嘅消費失去信心，先至諗住去改變，因為到嗰時可能已經太遲。呢次嘅燒賣風波其實只係冰山一角，由茶餐廳到大酒樓，由街邊小食到高級食府，香港餐飲業需要嘅唔係更多嘅噱頭，而係一份失落咗好耐嘅匠心。如果你係老闆，你敢唔敢話俾人聽，你呢粒9蚊嘅燒賣係你對得住良心嘅作品？如果唔敢，咁就請你收返呢種虛假嘅體貼。我哋寧願你實實在在咁標返個合理嘅價錢，俾返一份我哋食得落肚嘅誠意。2026年的香港，我哋依然熱愛呢座城市，我哋依然想留喺度消費，但前提係呢座城市要俾到我哋一個留低嘅理由。唔好再讓呃水魚變成香港嘅代名詞，大家話係咪？其實成件事最諷刺嘅地方係嗰啲話要體貼嘅人，往往係最唔了解消費者需要嘅人。消費者要嘅係公平，係透明，係對等嘅價值交換。你用一個高昂嘅單價去換取一個極低嘅邊際成本，呢種玩法喺互聯網時代係行唔通嘅。每個人手上都有一部電話，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評論家。你以為你呃到一個，其實你係失去咗1000個、1萬個潛在嘅客人。而家嘅香港人好多都係30、40歲，甚至50、60歲嘅中堅分子。我哋係睇住香港繁榮過嘅，我哋知道咩係真正嘅好嘢。當我哋見到而家嘅飲食水平跌到咁嘅地步，心入面嗰種無奈係冇辦法用言語去形容。所以，與其話我哋係為咗慳錢而北上，不如話我哋係為咗尋找嗰份已經消失咗嘅香港感覺。喺內地嘅一啲高端園林酒家，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以前香港老牌酒家嗰種氣派同氛圍，而價錢只係香港嘅一半。呢種衝擊係任何宣傳口號都抵消唔到嘅。希望香港嘅老闆們真係可以醒一醒，唔好再將責任推俾租金，唔好再將責任推俾人工。睇下人哋做得好嘅地方，睇下自己邊度不足。如果唔係，等到2027年、2028年，可能連水魚都唔會再喺香港出現，到時你想劏都冇得你劏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。呢粒9蚊燒賣雖然細細粒，但佢反映出嚟嘅問題真係好大。大家又點睇呢？你哋最近有冇喺香港食過咩令你覺得被呃嘅嘢？或者你有無邊間香港真心覺得好食唔呃人嘅點心推介？歡迎大家一齊討論，我哋都要支持嗰啲用心經營嘅好店。下次再同大家傾。